来看后个月双十节大会主持人是新闻主播林嘉源，也有高雄市议员白娇英做伙来主持。也那筹备委员会呢，也来公开双十礼品，因讲要来抽100个民众会当摕到这的双十礼品。国庆日当日，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观礼的民众，也想要拿到114年国庆贵宾纪念品的话，只要到我们国庆中华民国战国庆脸书粉专公开分享贴文，并且再 tag 2位亲友，就可以在我们的粉专有机会抽中成为100位的幸运儿。好，来看这礼品内底呢，包括有印双十节这 logo 的棒球帽啊、茶啊，另外呢，嘛有温罐，也有其他等等。民众伫10月初1中到12点进前呢，会当参加这面册的抽奖，100个得奖的人会当摕到这的双十节的礼品，也有明仔中到12点的，嘛会来公告双十大会500个管理的民众名单。